兄弟啊，我还阁有话讲，恁爱靠主喜乐。我甲即个话阁写互恁，伫我并无为难，伫恁却是妥当的。应当防备牵累，防备罪恶的，防备妄自行割礼的。因为真受割礼的，乃是咱即个以上帝灵敬拜伫基督耶稣，要夸口无靠着肉体的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，若是别人想伊可以靠肉体，我竟可以靠着了。我第8天受割礼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就律法讲，我是法利赛人；就热心讲，我是比别教会的；就律法顶的义讲，我是无可指责的。只是我先前以为甲我有益的，我即马因基督拢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人物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为伊已经担起万事，看做粪土，为要得到基督，并且得以伫伊内面，毋是有家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。互我熟悉基督，晓得伊国外的大能，并且晓得伊甲伊一同受苦，效法伊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对死来国活。这毋是讲我已经得到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极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，所以得到我的。兄弟啊，我毋是以为家己一定得到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袂记你背后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走，要得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调我来得到的奖赏。所以咱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爱存安尼的心。若伫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上帝也必以此指示恁。然而，咱到了什么地步，就当按照什么地步行。兄弟啊，恁爱一同效法我，也当留意迄个照阮模样行的人，因为有真侪人行事是基督是愚家的受敌。我历次讲互恁，即马阁流目屎咧讲互恁，因的结局就是沉沦，因的上帝就是家己的腹肚，因以家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咱却是天顶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为天顶降临。伊要按照迄会叫万有归服家己的大能，将咱这个卑贱的身体改换形状，甲伊家己荣耀的身体相共。